终于明白歌手演唱会的嘉宾为何差距这么大，因为我怕他们几个出来乐坛接不住。今年在李克勤的演唱会上，当刘德华和李克勤同台飙歌时，我就知道60岁的刘德华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毕竟在当时4大天王即将问世的年代，除了刘德华，还有谁敢连登那年的央视舞台？而这最后一位则是黎明。要知道，在当时容祖儿邀请黎明来做助阵嘉宾的期间，他就已经激动到手舞足蹈。黎明先生 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嗎？我已深愛着你。当时在夏日亲情演唱到一半时，就容祖儿这接近痴狂的眼神，我就知道这首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I love you， 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？